香港人中意長揸收息股，唔係單單睇息率咁簡單㗎。唔想賺息蝕價，就一定要做好選股。Hello， 大家好，歡迎返到嚟講故事。呢度會同大家緊貼市場資訊，分享我呢10年嘅投資經驗同實戰思維俾大家。如果你想學多啲學校從來冇教過嘅投資知識，即刻撳個訂閱。中意呢類型內容，記得撳埋點讚，開啟小鈴鐺同分享俾朋友，快啲達成財務自由啦！事不宜遲，今日會同大家深入剖析一下一間港股市場中極具代表性嘅公用事業同埋水務旗艦公司，編號為270嘅粵海投資。粵海投資係廣東省國資控股嘅優質水務平台。經歷2025年剝離粵海置地後，公司已蛻變為一間業務純粹、現金流強勁、派息穩定慷慨嘅公用事業股。公司業務以水務為核心，公用事業多元化。粵海投資係廣東省國資委旗下嘅綜合性公用事業同埋基建投資旗艦，業務結構清晰，水資源係絕對主力。第一核心業務為水資源，佔收入約75%。東深供水項目係公司嘅皇冠明珠，絕對係香港食水供應嘅生命線。呢個項目通過東深供水工程，將東江水源源不斷輸送至香港。2025年對港供水收入創新，高達52.5億港元。呢個項目具備歷史上形成嘅物理壟斷地位，香港約70至80%嘅食水來自東江水，因而形成咗難以複製嘅特許經營權護城河。除咗香港食水供應，粵海仲有其他水資源項目，涵蓋內地城鎮供水、污水處理同埋水務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遍佈廣東、河北、江西等省份，總設計供水能力每日約1724萬噸，污水處理能力每日309萬噸。第二核心業務係物業投資，佔收入9%，主要係持有同埋運營廣州天河城、番禺天河城、天津天河城等優質商業物業。2025年收入16.82億港元，提供穩定租金現金流。其餘核心業務包括發電業務、酒店經營及管理、道路同橋樑同埋百貨營運，構成咗多元化補充。而公司近年亦都有重大資產重組，就係剝離粵海置地。2025年1月，公司完成以實物分派方式剝離粵海置地，徹底清除咗拖累業績多年嘅地產包袱。呢次歸核化戰略係公司近年最關鍵嘅一步，令市場可以將公司作為純公用事業進行估值，極大釋放咗價值。而粵海投資業務表現同埋派息表現都係盈利躍升，派息又慷慨㗎。首先財務表現方面，剝離地產後嘅盈利躍升。2025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188億港元，同比增長1.7%，歸母淨利潤46億港元，同比大幅增長48%。盈利大增嘅核心驅動因素包括粵海置地虧損大幅收窄，財務費用同比下降30%至6.3億港元，管理費用同比下降10.9%。盈利能力方面強勁，2025年毛利率保持於53%嘅高位，淨利率達27.8%，同比大幅提升63%，股東權益回報率回升至11%，同比提升咗46%。2026年延續增長勢頭。根據第一季度，公司實現收入50億港元，主要得益於水資源業務收入增加同埋財務費用持續壓降。剝離粵海置地後，公司資本負債率從2024年尾嘅30%大幅降至19.7%，現金及銀行結餘達147億港元，利息覆蓋倍數高達15.8倍，財務狀況穩健。股東回報方面，公司維持高派息比例，2025年全年派息合共每股46.29港仙，同比增長48%，同盈利增長同步。從數據可見，極具吸引力嘅股息率，以2026年7月收盤價8.19港元計算，過去12個月股息率高達5.65%。如果維持65%嘅派息比例，2026年股息率有望達到5.9至6.2%。喺呢個複雜而又多變嘅環境，中海油亦充滿唔少機遇。第一就係歸核化後嘅價值重估，釋放價值。剝離粵海置地後，公司正式從多元地產加公用嘅混合體，蛻變為公用事業加商業不動產嘅純現金流型平台。市場終於可以將公司作為純公用事業進行估值，估值中樞有望持續收復。
第二就係大灣區發展帶來結構性增長，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嘅持續推進，為植根廣東嘅粵海投資帶嚟長期增長動力。隨住區內人口及經濟持續集聚，對高質量水務服務嘅需求不斷提升，公司透過收購同埋新建項目不斷擴大業務版圖，例如收購汕頭、澄海、粵海供水51%股權同埋新增茂名污水處理項目。第三就係利率下行週期利好，公司作為重資產公用事業，對利率高度敏感。2025年財務費用以同比下降30%至6.3億港元。隨住利率持續下行，財務費用有望進一步壓降，為利潤增長提供直接動力。雖然粵海投資機遇處處，但係股市世界並唔存在十全十美嘅股票同埋必勝策略。每一筆投資都伴隨着取捨同埋機會成本。如果你突然遇到完美嘅股票，咁大家就要更加小心，因為好大機會係你睇漏咗嘢。第一就係水價調整不確定性風險。東深供水項目對港供水水價係通過同香港特區政府協商確定，並非完全市場化定價。如果香港政府財政壓力加大，可能對水價談判構成壓力，影響未來收入增長。第二就係應收賬款回款風險。內地水務項目嘅收入主要來自地方政府，當前地方財政壓力較大，水費應收賬款回款速度可能放緩，呢個係整個水務行業面臨嘅共性問題。第三就係非核心業務波動風險。酒店、發電、道路、橋樑等非核心業務容易受宏觀經濟週期影響。例如2025年，酒店同埋能源業務稅前利潤均出現不同程度下滑。總括而言，粵海投資係一間剝離地產包袱、回歸水務本源嘅優質公用事業標的。對於追求穩定現金流回報嘅收息一族，5.65%嘅股息率，搭配65%嘅穩定派息比例，加上東深供水項目難以複製嘅特許經營權，係港股中極稀缺嘅真金白銀收息之選。雖然股息非常吸引，但係投資者需重點跟蹤對港供水協議嘅續約同埋水價調整，內地水務項目嘅應收賬款周轉情況，適合追求穩定現金流回報、重視資產確定性嘅中長線投資者。希望以上分析能幫助大家更全面咁理解呢間港股水務龍頭。多謝，希望今條片幫到大家。最後記得俾 like、訂閱同 share 俾朋友仔，仲有撳埋鐘仔啊！我哋下次片再見，拜拜。